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美食之旅導遊咪咪，今次帶住我哋12位貴賓嚟到咗我哋嘅北京首都，落地第一站嚟品嘗我哋北京地道嘅烤鴨，呢個係必不可少，一定要品嘗嘅美味啦。我哋啲團友個個亦都食得非常之開心同埋獻意滿足噶。再嚟睇翻我哋入住嘅酒店，連住4晚洲際酒店集團旗下嘅自選假日酒店。酒店嘅房間非常之乾淨舒適，最緊要係連住4晚唔使搬行李。萬里長城精華段，登上長城一覽長城內外氣勢磅礴。呢個係世界文化遺產居庸關長城。俗語都有講開，不到長城非好漢，到咗長城一身汗。你嚟過長城未？然後我哋呢個行程仲有個特色係採集當地嘅水果，櫻桃或者水蜜桃、李子、蘋果等應節嘅水果，可免費採集1斤，同埋贈送半斤帶走。咁喺6月，我哋係櫻桃嘅季節，7到8月份我哋啱好係呢個水蜜桃嘅季節，仲有布里朗同埋我哋其他嘅李子，大家估下呢個係咩水果？跟住繼續打卡，我哋100蚊嘅打卡背景人民大會堂，仲有人民英雄紀念碑同埋天安門廣場。中國人一生必到嘅地方就係我哋呢個天安門廣場啦。啲團友話一場嚟到北京，想要品嘗一下地道嘅北京小食，點算啊？當然有，我哋嘅行程會安排一個前門大街，俾到大家自由喺入邊玩嘢食嘅。跟住我哋嚟到咗世界文化遺產頤和園，保存最為完整嘅一座皇家行宮御苑，被譽為皇家園林嘅博物館。最初係乾隆皇帝送俾佢嘅母親崇慶皇太后嘅生日禮物。接住打卡世界文化遺產圓明園，一部聞名嘅血淚興衰史，被稱為萬園之園。其遺址係中華民族嗰段屈辱歷史嘅深刻見證。緊接住嚟打卡我哋嘅天壇公園。天壇公園係明清2代皇帝祭天祈谷嘅場所，畢竟係中國現存最大嘅古代祭祀性建築群，更係世界建築藝術嘅瑰寶。呢度嘅每一磚每一瓦都蘊含住古人對天圓地方嘅哲學理解。最後一定要嚟一次打卡我哋北京故宮，舊稱為紫禁城，係明清2代嘅皇帝宮殿，亦都係世界現存規模最大、保存得最完整嘅木質結構古建築群，被譽為世界5大宮殿之首。我哋成日喺電視劇入邊睇到嘅經典劇情《甄嬛傳》事就發生喺故宮。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又喺邊個故宮？拉出午門斬首嘅午門又喺邊度呢？後宮佳麗3000係咪都住喺故宮？呢啲答案，如果你想知道，就報我哋北京嘅純文5天之旅嚟到現場，我哋會一一解答俾你聽。最後嚟到御花園，御花園係明清2代帝皇后妃們休息嘅地方。皇帝太后日常散步賞花觀景嘅場所，而家我哋都可以喺度行啦。喺食嘅方面亦都唔使擔心，跟住美食之旅肯定有靚嘢食。喺千里之外嘅京城，我哋都可以品嘗到廣東味道，皮脆肉嫩嘅燒鵝同埋地道嘅順德魚粥。喺呢度食到咗嶺南嘅煙火氣。當然亦都會有無餃不歡嘅北方餃子食，配上地道嘅臘八船，體現質樸嘅北方煙火氣。其他美食我哋亦都會係遵從廣東口味。探訪5大世界遺產，連住4晚國際品牌酒店，香港直航純玩5天。如果你有興趣，請喺評論區留下北京2個字，我哋將詳細行程 send 俾你。我係美食之旅導遊咪咪，我哋有緣一齊出發。